Metal Fight， 勁爆逐秒在鬥轉。大家好，歡迎收睇新一季嘅動漫有聲書《爆旋陀螺鋼鐵戰魂》。呢一套可以話係同 BS 齊名，令大家童年充滿回憶嘅動畫。至於點解想拍嘅原因，就片尾再講。咁鋼鐵戰魂總共有3部曲，第一部曲會比較悶，所以唔重要嘅劇情會大量刪減。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喺某個陀螺比賽，小朋友湯宮健太用佢嘅拍檔烈焰射手將對手陀螺打出對戰盤，賺到一啲分數。返去屋企時，健太撞到一班名為文章狩獵者嘅壞人，佢哋嘅大哥變慶要同健太進行陀螺對戰。如果健太輸咗，就要將所有分數俾變慶。俾人圍住嘅健太亦只好應戰。健太驚到腳震，梗係唔夠打。喺健太被打敗之際，一個陀螺救咗烈焰射手，佢就係本作嘅男主角鋼銀河。銀河講變慶恃強凌弱，本唔配做陀螺手，變慶叫手下一齊上，銀河冇驚過，一下就打低5個人，變慶佢哋就走咗。喺夜晚，健太就向銀河多謝，同埋問銀河係邊度嘅人。銀河答非所問，講而家為咗成為最強陀螺手而全國旅行，想揾有實力嘅對手挑戰。健太見到高手就想知道銀河強大嘅原因，銀河講係陀螺手嘅心，然後原地瞓着。另一方面，變慶就揾咗文章狩獵者首領盾神荊此告狀，但荊此冇理會到，仲叫變慶要不擇手段打低銀河。下一日，銀河醒嚟嘅時候，變慶已經帶咗成班人圍住銀河。而健太起身想揾銀河做特訓時，見到全部文章狩獵者走咗去一個工地。健太經過去發現，成班人向銀河發射陀螺。健太想叫銀河走，但銀河冇打算逃避，講陀螺嘅強弱同攻擊力、持久力冇關，更同數量冇關係。佢拎出自己嘅陀螺，我嚟啦 ，Go Shoot！一下子打敗100隻陀螺，手下都驚到走人。突然有人叫銀河嘅名係荊此，佢講終於揾到一個同自己嘅岩岩獅王旗鼓相當嘅對手。兩人冇即刻對戰，因為要等下一集。銀河嘅事蹟好快傳開咗，佢都好受大家歡迎，而且佢都見到一個實力好強嘅真愛，唔係對手，所以決定暫時留喺呢個鎮上。突然有女仔見到銀河嘅陀螺，女仔覺得烈風天馬好可憐，拎出電腦開始分析，佢就係本作女主角兼維修分析嘅天野原。阿原講烈風天馬已經過度勞損，想帶佢返去維修，擔心烈風天馬嘅銀河只好跟阿原走，去咗陀螺維修站。銀河就順便技術一燒，健太都想阿原幫烈焰射手修理。阿原講維修天馬要成晚，所以要等下一日。到天光，健太揾阿原前，佢遇到變慶佢哋，烈焰射手都俾變慶拎走，目的要威脅銀河揾荊此對戰。雖然唔使咁樣做啊，銀河都會答應。總之劇情需要啦。銀河知道呢件事就當然唔會袖手旁觀，拎烈風天馬到觀光塔應戰。荊此佢哋都恭候銀河。變慶講銀河贏咗，荊此就會還翻烈焰射手俾健太，所以銀河同荊此就開始對戰。Go Shoot！比起不斷兜大圈嘅烈風天馬，岩岩獅王就只係企喺中間。喺呢度呢，就稍微解釋下陀螺類型，總共分咗4種：攻擊、防禦、持久同平衡。其實你一聽就明白唔同類型係代表邊一種能力比較突出。不過動畫連防禦型都打到攻擊型一樣。岩岩獅王係防禦型，所以俾烈風天馬打中都可以不為所動。荊此繼續出招，用岩岩獅王嘅回轉刮起龍捲風，呢個就係岩岩獅王嘅必殺專技獅子王暴風壁。咁樣嘅情況下，烈風天馬根本攻擊唔到，只係等嘅話，攻擊型嘅烈風天馬又唔夠岩岩獅王嘅持久力高。突然強風吹起銀河嘅圍巾，銀河就用烈風天馬衝過去岩岩獅王，烈風天馬直接彈起。荊此就笑銀河只有呢種水平，但原來呢個係銀河嘅策略。烈風天馬從空中墮落，順住龍捲風嘅風眼係無風特性，一擊撞落去，呢個就係天馬流星擊，直接打低咗荊此。銀河都拎翻烈焰射手，翻去倉庫嘅荊此梗係唔甘心。呢個時候眼鏡佬走入嚟，講可以幫荊此打低銀河。荊此佢哋跟咗眼鏡佬去山谷，原本眼鏡佬想拉攏荊此幫手對付銀河，但揾到真愛嘅荊此根本唔想幫眼鏡佬，所以就同眼鏡佬挑戰，自己輸咗就會聽眼鏡佬嘅說話。兩人開始對戰，結果喺實力差距下，眼鏡佬嘅暗黑戰狼直接打低咗岩岩獅王。荊此反問眼鏡佬，既然你有咁強嘅實力，點解唔自己出手揾銀河啊？眼鏡都冇答，即係同銀河有啲恩怨啦。翻到鎮上嘅變慶只係想救荊此，眼鏡佬出嚟解釋荊此正在接受訓練，同埋俾咗變慶一個新陀螺暗黑狂牛，只要變慶打低咗銀河就會放翻荊此。之後銀河同變慶戰鬥途中有個插曲，暗黑狂牛周圍撞時撞到石屎牆都冧，差啲撞到銀河。不過變慶救咗銀河，證明
變慶都係男子漢，唔會想用卑鄙手段，係想堂堂正正分勝負嘅人。咁當然變慶最後又輸咗俾銀河啦。然後又出現一個到處旅行嘅陀螺手波佐間光，佢去城鎮前被變慶手下阻止，阿光嘅幻影水瓶就隱身打低手下。變慶見到阿光係高手，就介紹佢玩銀河。另一邊廂，銀河因為發燒，所以健太就喺河邊一個人訓練，佢就想創造必殺傳技。突然變慶嚟到，佢叫健太揾銀河去競技場，因為變慶準備咗個高手，其實係阿光。健太知道銀河有病在身，所以自己出手應戰。阿光用佢嘅必殺技水瓶無限波，製造多個分身打低健太。健太唔認輸，繼續屢戰屢敗，一直喺旁邊嘅變慶都仿佛見到以前嘅自己。最後阿光玩到悶就走咗，變慶就出嚟講會鍛煉健太，因為佢俾健太嘅不屈意志所感動到，兩人就不斷對戰。下一日健太揾到阿光對戰，阿光再用水瓶無限波，健太就覺得將所有分身打低就唔會怕揾唔到真身啦。佢利用烈焰射手嘅軸心機關，使出射手烈焰爪橫掃分身，健太就贏咗啦。變慶亦因為呢件事開始同銀河佢哋有啲交流，銀河就問變慶點解要咁執着打低自己，變慶就好誠實講呢個係眼鏡佬嘅意思，否則佢唔會放翻荊刺。放心啦，荊刺好快就會翻嚟。做完普通訓練後，眼鏡佬帶咗荊刺喺山谷，叫荊刺要從谷底爬上嚟，將佢嘅野性徹底喚醒。為咗打低真愛嘅荊刺都跳去谷底，過程當然好危險，有堆野狼仇視住荊刺，佢用獅子暴風壁都冇用，佢就透過大叫不斷加強招式威力，最後荊刺真係爬到谷頂。但係呢個時候嘅荊刺黑化咗，佢一返到小鎮後就解散文章狩獵者，因為弱者先會聯群結隊，只有自己係靠得住。當變慶見到荊刺時，荊刺冇多講嘢，要變慶對戰，但荊刺出手好重，只係想打散對手陀螺。雖然健太都講到幫手，但荊刺新招式獅子風牙亂舞，改變龍捲風嘅轉動，打到倉庫爆咗。健太同變慶嘅陀螺都被打敗，叫兩人翻去同銀河講，盾神荊刺由地獄翻嚟啦。銀河知道後當然去應約，同荊刺嘅第二戰開始啦。荊刺開場就用龍捲風，銀河就用天馬流星擊，但呢個係獅子風牙亂舞，龍捲風變咗不規則移動，烈風天馬點樣攻擊都冇用，仲越轉越慢。呢個時候銀河嘅朋友嚟到支持佢，而且銀河發現岩岩獅王喺度喊，因為荊刺變得好暴戾。荊刺嘅回合仲未完，佢再用新招獅子王爆風波，係3個龍捲風。然而朋友嘅打氣聲令銀河明白，玩陀螺唔係得一個人就變強，仲要承受對手放喺對戰嘅心，先會變得更強。所以烈風天馬承受岩岩獅王嘅一切，乘風而上，跳得比平時更高。銀河講荊刺唔係一個人噶，使出天馬流星雨擊，打低咗岩岩獅王。事件仲未完，眼鏡佬搭直升機出嚟，銀河記得某樣嘢，然後好嬲想同眼鏡佬對戰。眼鏡佬講喺暗黑星雲嘅基地恭候銀河，再用陀螺打完荊刺就走咗，銀河都唔見埋。喺店鋪醒返嘅荊刺都回復正常，亦都知道變慶係真心追隨自己。銀河亦都返嚟，原來佢想玩眼鏡佬。健太佢哋就問兩人有咩瓜葛，銀河就解釋故事啦。陀螺本身尋藏住特殊力量，而眼鏡佬嘅組織暗黑星雲就係想用呢種力量做壞事。佢哋解開咗一個禁忌陀螺嘅封印，叫做雷霆魔龍。如果呢個陀螺蘇醒就會好危險，所以銀河不斷旅行去變強，目的係打低雷霆魔龍。已經係同伴嘅健太佢哋打算去幫銀河，所以一行人揾到暗黑星雲基地就立即出發。同一時間，眼鏡佬對住休眠艙講，某個人好快蘇醒。當然作為邪惡組織基地會有好多障礙，銀河佢哋都不斷前進，最後只有銀河一個到眼鏡佬面前，其他人就拖住垃圾手下。銀河都係講想拎翻雷霆魔龍，眼鏡佬答佢應該係屬於操縱到雷霆魔龍嘅人，而且眼鏡佬一直想打低銀河，係因為佢知道能夠最大發揮烈風天馬力量嘅銀河會係雷霆魔龍嘅最大敵人，甚至想拉攏銀河用陀螺嘅力量去征服世界。銀河當然拒絕咗，絕對唔會用陀螺做壞事，直接爆發力量打低眼鏡佬陀螺。嗰個人亦受到共鳴，覺醒咗，一條黑龍衝破屋頂。塵埃落定時，企喺銀河面前嘅係我哋好耐冇見啊！你好嘛，江銀河。龍牙終於出場，而銀河都好明顯憎恨龍牙。其他人都趕到時，兩人就開始對戰。作為禁制嘅陀螺，佢擁有高貴嘅左回轉，雷霆魔龍更係力壓烈風天馬。不過銀河都唔係只有挨打，想同荊刺對戰嗰場一樣，承受對手攻擊，增加回轉力，出必殺技天馬流星擊。
直擊雷霆魔龍，但佢完全冇受傷。龍牙解釋，因為雷霆魔龍嘅黑暗力量可以吸收對手陀螺嘅能量。喺銀河仲想講用陀螺手之心時，龍牙講：咁樣一啲都唔好玩，不如你去問你老豆攞個勁啲嘅陀螺再嚟同我鬥過啦。係喎，你老豆咁水皮，佢俾你嘅陀螺都唔方勁得去邊啊！銀河聽到爸爸被帶位就超嬲，進入狂暴模式，而呢個就係龍牙嘅策略。雷霆魔龍最中意吸收憤怒嘅負能量。見呢集都差唔多完，龍牙改變雷霆魔龍模式，黑暗絕招，龍王長扭擊。究竟點樣改名可以改到咁型啊？3條魔龍直接打停烈風天馬，龍牙眼鏡佬就走咗，銀河都流下唔甘心嘅眼淚。翻到去嘅銀河都好冇精神，健太就想知道銀河以前嘅事，銀河就講故啦。佢出生喺一個隱世村莊古馬村，村民都中意玩陀螺，而銀河爸爸降流星更係村內最強陀螺手，佢用嘅就係烈風天馬。某一晚要喺村莊舉行某個傳統儀式時，有直升機去咗祭壇，就係龍牙同眼鏡佬。龍牙拎咗雷霆魔龍後，爸爸銀河就講到，龍牙爸爸亦開始對戰。唔使講，龍牙輸咗就冇鋼鐵戰魂做啦。爸爸被打敗後，龍牙佢哋走咗，祭壇都開始冧。爸爸自知受重傷走唔到，就將烈風天馬交俾銀河，叫佢一定要打低龍牙，拎翻雷霆魔龍。仲講陀螺手致勝關鍵係陀螺手嘅心。最後銀河一個人離開祭壇。回憶完，健太想同銀河對戰，銀河答應聽日再打。下一日，銀河留低一封信俾健太佢哋，講對唔住要離開啦。想當然，健太佢哋想揾翻銀河，佢哋就去銀河嘅鄉下古馬村。傲嬌嘅京次都有跟去，但佢哋又點會識路啊？途中有怪人出嚟，佢叫冰魔，講自己可以帶路到古馬村。喺冇辦法之下，京次佢哋只可以跟住佢。不過好快就俾京次發現冰魔不斷兜路，冰魔都露出馬腳係個陀螺手。於是佢就講，只要其中一個人打低自己，佢就會講自己係乜嘢人，亦會帶路到古馬村。而健太變興輪流對戰，最後都輸俾冰魔嘅華麗白羊。當京次想對戰時，冰魔就講唔打啦。其實冰魔係古馬村嘅人，會阻撓健太一行人，只係想測試健太佢哋係咪銀河真正朋友。最後健太佢哋通過測試就入去古馬村。喺呢度就講下銀河嘅情況。佢返去古馬村，其實想知道爸爸有冇留低秘笈俾自己，等銀河變強去打贏龍牙。結果銀河上到山頂，爸爸的確有留低一封信。於是你就為咗攞秘笈嚟到呢個地方，你個蠢材！冇依賴呢啲嘢啊！講翻轉頭啊，只係輸咗一次，根本就唔應該揾咩秘笈幫手噶。其實爸爸想講，輸咗先會知道可以變得更加強，叫銀河唔好放棄，再喺對戰打贏人就得啦。最緊要都係嗰樣嘢，係陀螺手嘅心。回復精神嘅銀河落山時就見到健太佢哋，所有人一齊翻去後，陀螺官方就舉行咗一個陀螺大屠殺，贏嘅人可以實現一個願望。銀河佢哋當然都去參加，而阿元想上去技術人員嘅飛機前，就俾人海推上陀螺手嘅飛機。阿元雖然有啲驚，但銀河講會保護佢。咁大屠殺又點會少得跳傘啊？比賽正式開始。由於時間關係，我直接講比較吸引嘅對戰。京次對上冰魔，京次先用獅子暴風逼向華麗白羊。知道風眼特性嘅冰魔直接衝過去岩岩獅王，但就中計啦。京次知道冰魔會衝過嚟，所以喺周圍刮起龍捲風，強迫冰魔打完對戰為止。最後冰魔輸咗，獅王嘅底盤亦裂開。另一方面，健太變興阿光見到一個小朋友，佢叫天童佑。阿柔覺得單對單太易贏，所以叫另外3人一齊上。阿柔嘅陀螺係持久型嘅烈焰天平，面對3人攻擊都毫無受傷。再者，烈焰天平令周遭嘅地方變成沙，所以其他人嘅攻擊都用唔上力。最後阿柔用大技，一道光柱出現，吸引咗所有人目光。銀河京次去到光柱嘅地方，見到健太變興輸咗，兩人就明白阿柔呢個對手唔簡單。而決賽圈剩翻4個人，就係銀河、京次、阿柔同阿元。銀河就叫阿元唔使出手，3人就對戰。3、2、1，Go！
經此先拔頭籌壓到烈焰天平刮地，但佢冇失平衡，就好似真正嘅天平一樣，因為烈焰天平有永久敏銳底盤，永遠都會平衡。經此開獅子暴風壁，阿柔直接衝過去就破解咗。因為阿柔同精打細算有策略嘅經此唔同，係靠感覺嘅天才型陀螺手，憑直覺就睇穿風嘅流動。經此轉用另一招爆風破，阿柔就使出必殺轉技天平音速波，以底盤產生震動，將場地變成沙嘅大型控場技能，而沙就減低陀螺嘅抓地力，去降低攻擊威力。不過岩獅王比平時轉得更慢，因為同華麗白羊嘅傷害仲喺度，獅王嘅底盤已經裂咗，再用招式會成個陀螺碎開。阿元就用佢嘅陀螺手拳去阻止經此，用電腦分析去揾出風向嚟化解爆風破。最後經此知道獅王嘅情況，果斷退出對戰。而家剩翻銀河同阿柔，阿柔直接開大技天平終極審判地獄，就係之前嘅綠色光柱，其實係震動漩渦令對手陀螺減慢，係大範圍必殺技。銀河想用天馬流星擊對撞，但光柱消失後，烈風天馬就輸咗。銀河冇氣餒，想下次再同阿柔對戰。到咗頒獎環節，阿柔嘅願望係舉行全國嘅陀螺手大戰，揾出日本第一陀螺手。因為之前嘅官方比賽都係地區性，雖然我唔明當紅嘅陀螺點會冇全國比賽，算啦。第一季都係唔好用太多腦啦。呢個看似好好嘅願望，但阿柔指定咗暗黑星雲做舉辦方，陀螺官方只係協助。冇錯，阿柔其實係暗黑星雲嘅人，佢因為覺得龍牙又型又強就加入咗。講翻頒獎禮，阿柔制定咗要5萬積分先可以參賽。銀河佢哋當然都知道呢個係暗黑星雲嘅圈套，不過可以透過大賽見到龍牙，將佢打低並拎翻雷霆魔龍，大家就各自解散打比賽賺分，約喺陀螺手大賽再見。以上就係鋼鐵戰魂第一集，陀螺前期真係好套路，一招必殺打到尾，所以我簡化咗好多對戰環節，集中介紹新角色，希望唔好搞得太亂。中期先會開始多咗好似 JoJo 替身嘅回合制，今集當係前期鋪墊睇住先。而點解我會突然睇同講陀螺呢？主要係我有個同事帶咗隻陀螺翻去轉，所以我哋就開始講陀螺嘅話題。而佢係陀螺忠粉呢，都推我去睇鋼鐵戰魂，咁就想重溫一次。至於做有聲書嘅原因，我問佢有冇人講爆旋陀螺嘅故事，佢答冇，所以我就諗，既然冇人做，就我出手啦。當然都因為我喺社群嘅貼文有好大回響，否則真係睇完就算啦。今次影片就嚟到呢度啦，下集再見啦，拜拜。